咁啊再見到外邊正白旗追緊上嚟啦，埋邊仲有高山威龍啦，咁啊最出咧就大合照啊，鬥到嚟最後100零米啦，仲有咧好大隻好大步知唔知？但係埋邊大把籌碼打翻上嚟啊，再喺入邊仲有高山威龍，中間現代財星接近終點，仲有同埋大把籌碼。位置邊啊？位置少啲，哇！開晒齋啦嗰度。接近終點啦，執子之手追緊旅遊多寶，好重嗰個跑法啊！外邊幸運連連，內欄呢就魅力之心啊！後啲嘅馬仲係人人有福，太陽喜嗰啲馬，太陽喜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後出就係幸運連連，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㗎，跑第2名阿馬寶。嗰隻魅力之心第4都冇埋。一個第一隻彈出嚟，跟住褪咗，好似啊威翔，好似睇落都幾高，好似威翔高啲啲，唔知真係。入邊至尊飛升，再後邊嘅第3位仲係全勝姿態啦。咁啊入邊位置快樂火龍啊，馬林中間追滾之承諾，最後100米仲係至尊飛升鬥緊萬事恩，萬事恩有少少力弱，後邊快樂火龍滾之承諾啊，結果咧就係至尊。好似好隆重咁啊！嗰度啊，又喺外邊啊。內欄位置係御風雲，喺入邊就飛躍成功，馬林中間正一馬司令啊，接近終點啦，快寶區都有機會，但係埋邊飛躍成功上緊嚟，過咗呢第1名。走嗰邊就知。我就係阿初諗緊，佢吸唔吸得入嚟啊？即係落兩下都當啊！佢吸到佢。嚟最後100零米，閃電王已經透出，埋邊小米洲追緊上嚟，仲有外邊位置咧，咁仲有康樂神區星爾頓呢啲馬，最後50米啦，閃電王放順咗到埋添啦，第2名嘅馬咧，小米洲喺入邊，出邊係張出。見到外邊有福利，中間海利多，大愛當有奇樂，愛當有奇樂無窮上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超有力拋離咗呢4個馬位都贏緊呢場賽事㗎啦，跑第2名㗎嘛，好多嘢殺緊上嚟，中間有海利多，出邊奇樂無窮啊，中道位置追緊佢，咁啊再見到後邊嘅馬，仲有5星特工啦，入邊有光速銀貴啦，中道上緊嚟嘅馬，仲有爪王烈焰，最後100零米放下自在接啲，萬事成咧喺入邊攻翻上嚟追緊佢，兩個馬拍住多叮當碼頭，埋邊萬事勝贏啦，第2名放下自在，第3名光速都冇3億啫。你哋知有啲賺住啲形勢啦。至大龍騰追緊，出邊追咧，仲有呢隻春型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偏偏啊，埋邊萬事恩逐步又追翻上嚟，再後邊嘅馬咧仲有御風雲，接近終點，萬事恩埋邊揮兵上嚟。正路啊呢場，有揮兵啊上假期，好嘢喎會啊！帝盛之寶走甩咗個幾10米，埋邊嘅勝利公爵，外邊駿馬喬賽依家先上嚟接近咗啲，帝盛之寶放到第2名咧。啊呢個人嘅，我而家唔跑，呢隻落飛有得手啊！帝盛之寶嘅，但見到外邊達羅素追緊佢，中間位置仲有發明小子，後邊嘅馬咧就快樂神區啊，接近終點，包裝騎士型啊，跑第2名嘅馬就達羅素，第3個好難㗎啦，你保贏，不過都幾經典，因為喺馬群之中喺內欄，佢哋前邊㗎嘛，轉咗急彎嗰度好危險。兜到嚟最後100零米啦，翡翠紅星一擠落去就擠嚟咗3個馬位都贏緊尾場賽事㗎啦。進佔第2位嘅馬有德利多啊，跑第2，第3名咧就係呢隻火東。馬有旅遊首席，出邊位置都嚟明珠，入邊變出美麗，接近終點，旅遊首席終點前力壓呢隻紅運精彩啊！第3名嘅馬咧，呢場冇搶得咁快咁啊，啲嘢翻到就追唔到啊。100零米，公正揚名大愛路上緊嚟，入邊心花怒放，入邊仲有隻霸氣，接近終點，心花怒放入邊。好咗啊！跑3關入外檔，佢攝都話喺裏邊貼爛啦，但係。First ever People's Choice Award for the best sporting moment this year went to K. Chong Cafe.